最近天气是热热热，伫高雄都有民众家己改装伊的电动车，伊伫顶悬采亮线，还有电风，而且阁徛起路面，结果叫警方开罚单。另外，面对高温，即马劳动部嘛举办预防劳动热危害示范，公布新的指引，希望会当加强防护。 民众骑个人行动器具经高雄三道二路甲广东一街即个路段，为着防止拍伤，搁伫车顶装雨伞甲电风，毋过安尼改装搁徛起车路已经违法。未经核准擅自变更装置行为，违反同法第72条第1项，处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限期安装或改正。民众改装个人的行动器具，因为高雄的日头无法度忍受，骑机车人趁停灯红灯紧穿防止拍伤的外套，尤其嘛拢装入去冰店吃冰透心凉。电风扇还有防晒喷雾，还有那种凉感的喷雾，都是很有用，还有穿吊杆。气候变迁、地势极端高温的天气，予户外工作者面临热危害愈来愈严重。劳动部举行高温作业热危害预防示范观摩。面对外界关心高温假，劳动部长洪新涵应讲，工作形态无同，拍日假面对的风险程度无同，恐惊无法度全部适用。一体适用的做法是不是都适用于所有全体的劳工？比方说，如果是 在办公室工作的职员，其实对暴露的程度比较低。你让他说今天你一定要放假，其实可能对他来说也会觉得 有点奇怪。现场喷水雾，劳工穿有电风的假降温。劳动部23公布热危害新版预防指引，其中6大修正重点，除了扩大适用对象，对外送员等变动也是临时性户外工作者提供防护建议以外，也要求户外工作热危害风险属有相关等级者，雇主必须提供降温设备加休困的场所。电塔维修也是监管路树修正这特殊工作形态，也要求业者提供防护 器具，确保劳工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